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因老爸2月17日时阵病逝，今仔日要举行告别式。因为经法城顶案去向羁押的郭文德，会伫咧法警的介护之下来送因老爸。今仔日是郭文德因老爸挂生法的告别式。民众党立委黄珊珊、陈昭珠等人8点外的时阵都已经到位。郭文德原底按算8点10分左右会登记到新竹，不过因为路人塞车，会延后到9点左右才会到位。根据了解，郭文德敢若会参加家祭，后续未参加公祭。告别式按算会有1200个人来参加。前总统陈水扁、甲马英九等的政治人物到时嘛会到位。继续来关心，伫初八透早的时阵，伫台中西屯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有一个23岁姓王的查甫人，伊无驾照，佮食酒驶车，佮甲一个大学生撞死。警方发现讲，这个姓王的查甫人进前就捌无照驾驶3届，甚至有毁损，还佮有妨害自由的前科。经过复讯了后，以食酒驶车致死定罪，申请羁押核准。外送员骑奥多摆车顶要过路口，伊的倒边一台乌车撞红顶，该撞到。外送员伤势严重，送病医了救袂大。初八透早3点外，台中西屯发生死亡车祸。警方根据现场留来万把甲车牌，甲弄着人逃走的23岁姓吴的男子追缉到案。警方火速调阅监视器，于5时许将其查缉到案。死者是正伫咧高医大读职能治疗系4年的医学生，昨嘛正伫咧台中实习，透早无用伫咧走外送，所互酒驾的这台乌车撞死。家属听到消息赶来病院，伤心挡袂牢，无想到讲竟然会发生这种意外。死者姓陈的男子伊的查某朋友讲，走外送才1个月就出意外。最后一次跟你联络是什么时候？就3点多的时候。说我要回家了吗？差不多。肇事逃走的姓吴的男子开的这台乌车，车头规拢变形，前挡风玻璃也明显弄起的分裂。警方查出伊是洗车厂的员工，暗时甲朋友去 KTV 唱歌啉酒了，无驾照就洗车行的车要转去。出代志迄当阵酒测台是0.37，而且这毋是伊第一遍违规，之前有捌3遍无驾照驶车，一个损毁甲妨害自由等前科。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而逃逸及过失致死等罪嫌，有事实足认被告有逃亡之余。检方依照肇事逃走、酒驾致死、公共危险等3条罪，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因那弄人的这台乌车的车主，也因为甲车借予无驾照的人驶，将要负担连带责任。警方将会依照违反道路交通条例，罚6000到2万4。并且依照过去违规的记录，吊扣汽车的牌照1个月到6个月。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气温是持续回升，各地日时也是稳定佮烧热的天气。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低温差不多是16度至20度，西半部的高温有到27度至30度，那东半部的高温是26度至27度。中昼迄卡斗会较烧热。今仔日因为有云系为北平通过，所以日时东半部甲中部以北的山区，还佫有马祖会落湿湿啊雨。拜四方面通过，北部甲东北部温度会小可降低。到拜五的时阵，有另外一波方面的瓦紧，各地天气会变甲较无稳定，不过温度是差不多啊。那早暗共款温差是不哩啊大。来看台湾杯全国帆船锦标赛，这个月初7至初9，伫咧台南的渔光岛海域举办，有100多人来参加，其中有不少是国校至高中的学生。不过因为汹变天，风影变真大，致使部分的选手掉伫海的。迄当阵主办单位是决定比赛随动点，赶紧派工作艇去救这个选手。也让海巡人员嘛有赶紧到救人，加在是无人伤亡。比赛学生真无做的坐伫船顶随海应浮沉，可见海上真歹。海巡人员的巡逻船经过，赶紧过救人。安平外发现有一个帆船小朋友没有力了。
事发伫初八下晡2点外，台南渔港岛海域，当时当地举办为期3天的全国烹船比赛，除了有大人的壮年甲大专组，阁有真侪国小到高中的学生，当下有180只风篷，197个人伫现场。因海象恶劣，仍有多位民众于海域后援，立即调派4艘巡防艇及2艘多功艇，陆续将在海上漂流的民众接驳到船上，即1位大人、12位儿童带回台南海军队码头。海巡人员将受困的比赛学生接来船顶，主办方表示，下晡海上汹涌变了真歹，当下就先暂停比赛。海上大约32只工作船马上投入选手的救援，进行船只的脱掉及救援工作，海巡就过来帮忙我们。如果海象变太恶劣，有的选手技术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们就回不来，那我们就要进行援助的工作。伫海巡甲主办方的救援下，所有的选手拢平安返去岸边。主办方表示，海上的变化真歹讲，同款的状况伫国际比赛拢有发生过，会做好准备，保障选手的安全。公司新闻陈焕武、柯正准台南报道。来关心第一家己有4个越南籍高职的学生去北江溪钓鱼啊，其中有一个为着要捡浮动，无细字跋到溪底渡水，送病院了后，要是不幸过往。消防人员提醒民众，北江溪就算是伫咧大水期，有的所在水可能要是有甲2公尺深，是不良危险。而且这规条溪是完全禁止去耍水或者是钓鱼啊。搜救人员早装备来溪边找落落水的学生，家己某一个高职4个读高1越南籍学生，找到下晡到北江溪美德映月桥附近钓鱼，其中一个县长学生囡仔耍意外落落水，消防局部赶紧出动救援。有联络到，好，他等下来了之后，帮我问他有没有急救。其他的同学伫岸边钓鱼等待，消防表示，北江溪虽然冬天水量较少，特别是查沙坝看起来真平，不过当年冲蚀最深有2米，暗中危机，全流血禁止耍水，钓鱼会互人靠坑离开。他们先前在垂钓啊，因为浮具的那个浮钩啊脱落啊，另外有溺水者就下水将准备捞起浮具。落来学生囡仔防救起来已经无开心跳，搜救人员赶紧实施 CPR， 随送医急救。根据了解，县长学生囡仔是因为新南向政策，去年8月来台湾读册，学校机部赶紧先通知伊同款伫台湾读册的兄弟。放假，他们自己从宿舍出游的，那这个我们也不好掌握。他的哥哥跟姐姐目前是在台湾的，然后我们当然已经有联络他们，他们应该正在赶过来当中。县长学生囡仔送医抢救了后，下晡也是宣告救无转来。本来一定要伫台湾读7年册，性命煞伫拜六佚佗的时阵结束。学校嘛赶紧联络县长的学生囡仔伫越南的家属，会协助因处理后事。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健保署实施便宜个别总额制度，台北安省伫咧今年第2季来实施。应用这个新的制度会带来财务冲击，各大医学中心嘛有应用的方案，包括台大病院请患者较侪医生尽量分散病人。那台北荣总是减少无必要的门诊，新光是安省要限制门诊挂号的人数。那马街是推广轻症转诊等等，台大病院嘛强调讲，若无甲办不到意，因未来去挂号费。来看自由时报，来台湾旅游的外国人客，今年的目标是1000万的人次。去年东南亚来台湾的旅客是超过236万的人次，菲律宾是占上多。观光署今年锁定企业来台奖励旅游，未来吸引消费能力较悬的旅客。来看联合报。政府称查持有中国身份证、护照、甲定期证明等等的公务体系人员。根据联合报的调查，称查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公设财团法人甲公营事业，也有约聘人员嘛包括在内。那不过，这个消息一个出来，是互部分的人质疑是咧扰民。继续来关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顶一日讲，台湾唯一的名是中国台湾省。有几个去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是拢转发用诗做的图来支持这款统战的言论。因为咱国陆委会是大力谴责，讲部分的艺人正做消灭家己国家的旗帜，嘛要来调查这个行为敢受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伫美浦写台湾唯一称呼都是中国台湾省，台湾艺人侯佩吟开第一枪，转发台湾必归刀卡，引起真大议论。包括近年来甲演艺事业放伫中国的张韶涵、欧阳娜娜、陈乔恩、陈妍希，也有赵又廷等人，拢最近转发大文。台湾地区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前就讲，台湾伫联合国唯一的称呼就是中国台湾省。中国官媒用是随制作刀卡，有真侪台湾艺人转发。陆委会表达上界严厉谴责，讲部分艺人变作中共对台统战，消灭家己国家基义，也会检视这行为是不是违反两岸人民条例。怎么样的言行才不会触犯两岸关系条例的一些内容？我相信，不用用这个网络出征来代替这个陆委会的一些执法。个人认为非常严重，这种为了自己赚钱牺牲国家的做法，根本就是卖国贼。立委认为，陆委会应该定定明确的准则，规范倒一寡言行可能触犯，让艺人会当依循。不管说这个艺人知不知道了哈，但是我相信主动希望说发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呢，应该是他们的那些中国人的经纪人因为在中国你要当经纪人，你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共产党的一个控制。学者分析，中共锁定部分台湾艺人为了拍开中国市场，所以透过互艺人表态主权的立场，操作认知战，结合对外宣传，损害咱国主权，嘛打击国人的民心士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国的船最近常在出现伫咱的海底电缆区，涉嫌挑工甲咱的电缆线拖好长。即马咱国防部宣布3月24要伫咧屏东西南边的外海来操演，启用解脱组是要来反制中国船的骚扰。不过海军是不会讲，这是一般例行性的操演。中共强化铺设地带作战，宽移轮真接出现大海伫咱国海底电线地区，也若丰台海轮顶个月涉嫌将海底电线拖登去，政府用国安战及小心来处理。海巡加强监控乌名单船只，国军也展现捍卫海上疆土的决心，发布海军司令部空战空协操演报告单。3月24日操演区域伫屏东西南外海，拄好是宽移轮、保顺号，也个 W 轮伫第6海域。那这样子的实际的操演，我相信也能够有效遏阻未来中共或者是其他有心人士来试图来去破坏我国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的这些做法。国军划定的操演范围拄好甲宽移轮第6海域定塔，针对意味真高。海军澄清是一般例行性操演，并无实施实弹的射击。立委员肯定国军展现合作力量。执行任务。因为国军强化建军备战，美方倡议甲大海打造真多地甲警上，经由无人机、军舰、舰舰做一摆消灭台湾的强军。不过，这轮国军无人机运用大部分用伫侦察航母，攻击无人机的部分，国产的减伤无人机正伫量产。孙飞弹一行有希望量产，另外也向美国采买金额多300 ，OTS 600MV。学者分析，国军无人机的建设必须爱对着时代，配合陆海空的操演来进行验证。国内可能还没有做到像弹簧刀或是 Altios 这样子的这种自杀无人机。无人机它可能需要一些技术，它就是这个自主的飞行能力，然后那个自主这个导引武器，然后呢，你要那个把这个目标资讯能够回传，判断出是不是可以攻击的目标等等哦。那这些技术可能也都是我们目前这个有待这个突破的。台海情势严峻，位伫前线的国防部唔敢大意 ，CMD 一增加有兵车开伫路的，警方部也考虑敌情威胁，3月开始甲部分为武装的驻守站升级真侪实弹的武装驻守站，加强重要据点的防卫。另外，国防部初稿发布查到强机9架次，其中7架次超越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域，加上强南7架，也有2粒空飘的机轨啊，侵了台湾，国军拢严密地监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华府智库指出，有风声讲中国的华为利用空壳公司摕到超过200万台大捷电 AI 晶片。经过就要提防。另外，讲到台积电宣布要扩大伫咧美国投资市场，引起正人的讨论。因那核实的董事长董祖贤嘛，搁一概话讲，唔免烦恼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会无去。
台积电的议题还未散。美国华府智库战略加国际研究中心伫最新的报告指出，有消息人士讲，中国华为公司利用白手套加台积电落单，得到200多万个 AI 晶片。报告进一步示警，美国应该提防白名单企业做华为的白手套。美中贸易战继续激战，台积电煞变防暴中心之一。大概不会把鸿海搬去郑州或鸿海到印度设厂，就认为掏空鸿海了啊。那个你会不会觉得广达到上海去设这个笔电厂就掏空广达？应该不会啊。从这个角度看，我是觉得过滤了啦。虽然科技业头人有信心，不过就伫台积电宣布增加投资美国1000亿美金了后，市场持续伫起落。有外资连续9个交易日大卖台积电12万张，同时嘛出现散户大军进场捡俗啊。台积电的股东即几礼拜增加5.6万人，总数来到157万，未满一张的散户有1119354人，创下历史新高。未来从2026年开始，资本支出如果突破500亿美元的话，那么其实留给台湾的到底还有多少？每年美国会花在300到350亿，台湾大概就只剩下100到150亿。不要忘掉，还有日本熊本厂和德国的德勒斯等。专家嘛提醒，台积电虽然保证长期毛利率53%无变，不过2024年第4季毛利率到59%，所以一定受影响。除了资金调配受关心，台积电还阁面对还阁有北美子公司有员工去年8月发起将近30人的团体诉讼，指控台积电对非同爱员工有轻视，即马都还未落幕。专家指出，台积电后续还阁面对真大文化适应甲管理问题，恐惊会变做伫美国建厂设厂的难题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伫2019年年底的时阵爆发新冠疫情，当时世界拢伫欠喙安等等的物资。美国密苏里州控告中国共产党，迄当阵高占囤货阻碍防疫。即马联邦法院判中国都要赔超过244亿的美金的罚款。这是2020年4月份，密苏里州的检察总长伊提出的诉讼，伊指控中国政府暗砍病毒的消息，切断全球其他所在个人防护设备的供应。联邦法院认定这行为是阻碍美国防疫，判中国政府都要赔付美国超过244亿的美金。虽然中国是拒绝出庭，嘛唔接受这个判决。不过，密苏里州的检察总长表示，伊可能会去扣押中国人的资产甲产地。继续来看，伫美国白宫附近车口的时阵，传出枪声。有一个查甫人，伊牙穿伫咧白宫附近咧热趖，去互白宫戒备的特勤人员开枪弹着。落尾，这个查甫人有互送病院。加在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阵，川普是无伫咧白宫内底。因那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局目前嘛当伫咧调查这个事件，针对媒体探问，因是拢也无回应。美国特勤局人员伫咧清洁现场附近有封锁线、警车封锁关仔路，有一寡人摕手电伫咧搜查，并且把证据装入去袋仔内面。清洁案发生的所在正敏感，就伫白宫附近的关仔路。不过，迄当阵总统川普人无伫咧白宫内，是伫咧伊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美国特勤局发声明讲，找到礼拜日有一个查甫人伫华府附近，甲执法人员发生武装冲突，和美国特勤局人员开枪射着。所以拜六，当地警方就接到情报，讲有一个可能是来自印第安纳州有想要自杀的人来到华盛顿特区。大约伫咧半暝的时阵，特勤人员伫咧西北区17街甲 F 街附近发现这个人的车，并且伫咧附近看到一个符合描述的人伫咧路的行。特勤人员挖近伊的时阵，这个查甫人甲枪压在121，接落来就发生武装冲突。特勤人员伫咧冲突中开枪，特勤人员是无人受伤。伫这几年白宫附近发生过几落件类似事件。2016年，有一个查甫人伫白宫安全门头前甲枪压在。和安全人员射杀，也有2023年一个20岁印度移民赛车想要冲撞白宫的安全围栏。川普去年一个竞选的现场，和一个枪手暗杀，鱼仔受伤。特勤局要来调查发现，为因沟通无够电信，才会造成枪击案发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继续来看，伫英国伦敦有一个查甫人，伊参加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
不过伊煞是爬起哩真出名的大笨井顶悬，呼吁要互巴勒斯坦自由。不过这个行为实在是真危险，警察去现场甲伊扣劝，超过16点钟，这个查甫人才总算甘愿落来。卡底也伫闹会，查甫人伫大公井顶面，正对面是坐分推车，英国警察正伫扣劝以内。以下长达第一阶段停火到3月7日，稍来要进行第2阶段谈判。不过，英国一个唔知倒一国籍的查甫人，在当地7月早起参加伦敦一场支持巴勒斯坦活动时，用勇提巴勒斯坦国旗，开始爬上有名景点大公井。查甫人爬上塔楼悬的所在，开始摇巴勒斯坦国旗，也大喊自由巴勒斯坦。民众赶紧报警察。We have a colleague who has scaled Big Ben with the Palestine flag, and I understand that he's here to outline the travesty of what is going on in Palestine and continues to go on in Palestine. 英国警方讲，伫这时7点24分接到通报了后，就赶紧派人去救人，至少有9台消防车，也有救护车赶到现场，并且将附近的路暂时封起来，就连导览参观英国国会旅行团行程拢被迫来取消。They are the brave one, and they are certainly they are part of all of us, and we want to show our support. 消防人员坐分推车升到半空中，甲伊交涉，想要来救人，也毋过查甫人却是要求消防员莫挖军，若无爬搁较悬。消防经伫遐超过16点钟，一直到7到天要光，伊才同意坐分推车落来，并且伫消防员协助下送伊去治伊的脚伤，结束这场的抗议。公视新闻，但是董编译。继续来看，咱现在咧讲行人地角的问题。不过，若是过路人，因嘛同款是爱遵守交通规则。伫个家人有一个查甫囡仔，伊违规撞过有双黄线的车路，结果车一个来未负大档啊，这个囡仔弄一个头壳受伤，加在是轻伤。不过，这个事件因为是囡仔违规，伊撞过车路，才会来发生这个事故。目前警方嘛已经甲伊开单，由法定代理人纳500块的罚金。一个查甫囡仔想要行到对面，互阿嬷骑车载去读册，也毋过伊敢若看正边这边，就行过双黄线车道，结果互倒边开来汽车去撞到，加载送病院了后，这个囡仔只有头壳去切着伤，人无要紧。男童穿越马路时遭自小客车刹车不及，发生碰撞，送医，无生命危险。经警方对驾驶人实施酒测，并无酒后驾车行为。警方讲，这个交通事故初3早起发生伫贵人的爱一路，双方拢无提出告诉，家己和解。也毋过是囡仔先违规的，警方开单举发违规行过段路，交由法定代理人来缴这个罚款。男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马路，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的规定，可以处以新台币500元的罚款。我们会依规定支出罚单后，交由他们法定代理人依规定缴纳。警方也指出，开车的人当时的速度是30到40公里，看到囡仔时是拢袂浮动啊。加上这个所在是弯道，初步判定应该是无造成事故责任。教孩子在正确的地方穿越，哪一些地方会有死角的出现？比如说像转弯处的部分，他就应该要离转弯处比较远的地方。成人的部分的话，就应该要教导成人不要在对向侧接送孩童。警方也呼吁过路人唔通随意行过大路，也来登记关心囡仔交通安全的公民团体，也呼吁囡仔过大路进前要遵守停、看、听的这基本规则。开车人也应该爱真小心，注意路况，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苗栗有一个附近人，伊牵狗仔出门散步，结果煞向有一只大只的乌狗冲过来甲夹，害这个附近人甲伊的狗仔拢受伤。那这只乌狗的主人因为无甲狗仔绑咧，害人受伤，除了可能会去互受害者告以外，嘛爱面临动保法的罚则。老太太叫甲真大声，听会出来当时有偌尔啊惊吓，本来都已经徛起来，佫叫大乌狗为后壁大力扭踹，老太太佫倒落坐落去，大只乌狗继续攻击，事后想到还佫心惊惊，就直接扑过来抓。然后后面我就先抱着我的狗，我当时很混乱的，我知道它一直咬，然后我就一直围着我的狗，一直抱着我的狗，我有站起来又把我扯下去，然后后面他抱着狗咬他屁股就把他扯走了。
老太太初五暗时我要7点带厝内的柯基狗仔去附近散步，煞去拄到一只无把锁大型狗仔连续攻击国家家，造成伊个狗仔拢受伤。就医了后，已经甲警方报案。该受伤的民众就医后，对事主提出伤害及毁损告诉，警方受理后依法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要有7岁以上的人伴同，如果说是攻击性的犬只，要牵绳戴口罩。大只有狗因为无人陪嘛无把锁饲主除了互人告，嘛爱面临动保法规范。七人伫台北邀一只彼得犬雄雄跳出车窗，加一个骑机车人，造成这个骑机车人受伤，所以饲主赶快爱互人罚。有的是太大意了，他觉得说他在家里面不会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说，因为是猛犬，还有它是一只大型犬的话，那么安全措施都要先做好。养这些狗不是不能养，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去驾驭它们？你不要让它去伤害到别人。根据农业部推算，2023年全国家犬已经超过148万只。家犬行为训练师表示，饲狗仔需要人陪伴甲训练。若做家犬有影响到饲主还是别人的行为，像讲半暝一直吠攻击别人，建议都爱行为训练，无应该放外外。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有一个死我第2集的查甫人，伊伫台中的一间便利商店，毋但食烧酒醉，还阁喝甲大细声。警察去到现场，这个查甫人是先讲就讲袂还车，干干就唔离开。毋但黑白甲警察勒，还阁出手甲警察拍，是当场全向抓起来。即马警方嘛查到这个查甫人已经超过拘留的期限，即马已经甲伊送移民署来处理。关键赶到便利商店，因为2个外国籍的查甫人伫店内啉酒醉了后，就开始大声吵闹。关键可劝2个人离开便利商店转厝，其中1个人也甲水一个倒伫涂骹。关键嘛协助甲搀起来行出店外，暗过这查甫人煞雄雄攻击关键。干什么东西啊？该男子不仅拒绝配合，甚至突然挥拳攻击员警。警方当场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规定，将其压制并实施管束，以确保现场秩序。关键去木一群站起来了后，随甲这查甫人压制伫涂骹。车啦，反正12点外，关键到雾峰区柳丰路这间便利商店处理酒醉事件，煞去互人攻击。副驾驶关键是无要紧，就要求甲伊做阵的朋友甲伊带倒转去，互因2人离开。不过半点钟后，警方伫2公里外发现这2人还阁伫咧街路乱说。拄则动手的查甫人，即届阁用英文辱骂关键，关键当场实施管束。Oh. Hey! Come here! Hey! Hey, you! Hey, you! Hey! Sorry, what have you done? Okay, I'm moving now. I'm moving now. No. 警方把这个查甫人带登去派出所调查身份，发现伊是死活第2集。伫去年6月来台湾，因为免签干那2个月，已经是超期拘留。警方依法逮捕并移送移民署。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台北市的民众坐公车去互车门夹到受伤的事件，4年来是增加超过1.5倍。台北市公务处回应讲，去年开始有补助装主动式车门监测安全的系统，按说每年有一半的公车都拢会安这个防护的装置，到2030年就会全部拢安好势。民众出门坐公车，袂少人伫上落车的时阵，拢会加紧步伐，尤其是对于塞红眼车的妈妈来讲，爱赶紧落车，心内难免会紧张。像我昨天我说要下车，然后没听到，直接就关起来，我就又重新叫很大声，就差点被夹到。我还好，就是没有推出去那边啊。公车司机有时候不知道在赶什么，我会稍微看一下，就是确定他没有很急着关我才会上车这样。根据数据显示，去年台北市区公车每天载运量平均达到109万人次。不过最近这几年，民众去公车车门夹伤的情形煞逐年增加，为110年有204件，111年有254件，去年甲旧年拢超过300件以上，短4年来增加超过1.5倍。台北市公运处回应，考虑设备甲清洁范围有限，为去年开始就新增加补助装设主动式车门监测安全系统，目前已经补助276台公车，拢总436个车门。补助
付的方式是设备的49%的经费，预计在115年装设率会达到50%，希望在119年全部都能够完成装设。有民代建议台北市政府应该优先补助车流甲人流较侪的公车路线，加装监测安全系统。台北市公运处表示，预定119年都会全部完成装设主动式车门监测安全系统，也要求业者爱强化驾驶的训练，减少人为操作性误，避免佫发生公车车门业伤人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本来到连续假期的时阵，高速公路的车唔那多，休息站嘛是塌塌甜。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会当使用休息站的停车位，减少长时间占用的问题。高公局要来修正规定，若是拄到连假甲车较侪的时阵，休息站停车的时间上久为4点钟，要缩短到2点钟。若是超过时间，上重会罚12块。这目前还阁伫咧讨论当中。未少民众开车上国道会到服务区休困，有一寡国道服务区要提供洗身躯间，也是司机的休困室，互大货车的司机会使短暂休困一下。也毋过，高公局讲，部分服务区出现占用停车位状况，就高公局建议修法来讲句，要限缩连假也是重点假日服务区停车时间，对4点钟改至2点钟。跟一般的开法是，我觉得是这样是合理的。我认为比较热门的地方，停车休息站应该这样子做，假日经常停不进去嘛，所以你这样限制是有用的。高公局讲，最近半年发现，部分服务区甚至出现把车当作厝的车居族，把车停伫服务区，而且也伫司机歇休困时过眠洗身躯。其中就以湖口服务区重点出现这种状况。若是有管理员来甲扣劝离开，也会互投诉态度无好。所以讲，高公局才来建议缩短服务区停车时间，限停2点钟。若是超时，会罚600到1200块，就出来提升停车位的周转率。假日在连假在出游的部分，小型车车位不足是比较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大型车、商业车好，但职业驾驶车基本上它有这样的息，有2个小时到4个小时，他们确实有这种休息。大部分他们在休息的时间也都在离峰时段。觉得说还是要了解这些商车他们的需求，商车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他除非他要休息或者要装货，否则他们都是一直在跑的。高公局讲，有关服务区限停时间牵涉修法，相关作业也伫建议中，实施的时程一阵也未定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解决病院急诊塞车，也有病床无够的问题，今麦健保署要扩大办理点厝急症照护的这个政策，包括放零点厝住院的条件，也有推动早期出院。受感染的患者伫咧门诊就会当做抗生素等等，上紧伫咧下半年就会定案。医护人员无用试试大病院的急诊，大家拢无病床，各界真需要解决办法。其中大院病床嘛无够，急诊的患者敢来当苦苦伫等病床，增加塞车的状况。健保署表示，当地研究大厝急诊照护全面扩大，互较早大院2礼拜的感染症患者，治疗天数减到平均的6天半。在这个规划当中的，那么包含我们这个在宅急症的适应症的收案的扩大哈，那么包含为了这个急诊的这个住院哈有一些病人如果可以适合在居家的，我们会扩大来适用。健保署讲，大院急诊照护以3个方向扩大办理。首先是伫厝的大院的条件，较早干那失灵严重的病患会当进行，即马爱思考化疗、心衰竭、呼吸衰竭、慢性气病等心事甲纳入。另外推动早期出院机制。大院病人若是病情稳定，部分治疗会当改做门诊来执行。最后也有 OPAT 门诊注抗生素的模式，互感染症患者逐工回诊代替大院。健保署应该要盘点目前为止可以提供服务的量能以及人力是否足够，后续也必须要监测是否有院所为了要提高病床周转率而让病人提早出院，但是衔接的空窗期却过长，或造成照护不连续的这样一个情况。常常医师也会赶病人回家，因为这样子才可以再接新的一批的病人回家以后要打个电话问一下，那需要的时候再到门诊回诊这样。健保署预测计划上紧伫今年下半年就会当推动，嘛强调是提供加一个选项，要互病患避免出院，希望会当有效解决急症伤塌的状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台湾从戒严到今已经过真侪年啊，因那蒋介石嘛已经过身50年啊。郭宽敏基金会讲，蒋介石的威权统治对咱的人权、文化甲外交等等，较大影响也是真大。基金会即马开检讨会，要来探讨咱台湾的转型正义。蒋介石自1975年过身到今已经50年，台湾戒严嘛未满38年。但是郭宽敏基金会指出，台湾所要伫首都台北用纪念堂伫纪念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世界嘛要重返中正路、建国路等等的路名。基金会认为这是历史基础转型正义拍到无在所伫。礼拜基金会就侪专家学者办检讨会，希望总体检蒋政权对咱人权、文化和外交等层面的影响。历史记忆你无做好，会影响到转型正义的推动。你转型正义无做好，咱的民主就会非常的脆弱。学者表示，透过研讨会来建立台湾历史和转型正义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事项。嘛有 NGO 团体表示，希望转型正义唔但是推动不义为止，也各有设立相关的纪念日，嘛要透过无共方式，互民众在生活中都通了解历史。是因为党国的教育掏空了台湾很多人的真实的历史经验，而导致教科书里面教的历史跟人民的亲身经历是有落差的，觉得说啊这些都是假的啦，政治都是假的啦等等，它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一些我们要追求什么样子的现代国家，我们也不清楚。感觉讲咱的执政单位，也是咱的公民社会，其实会当更加去努力思考，就是讲咱跟我们其他更加较有创意的方式，会当真正伫咱的日常生活内底面，去互人大家耳濡目染，然后去讨论这个代志，然后去熟悉这个历史，咱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代志。透过民间团体的鼓吹和拍拼，去年行政院核定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希望互民众会记得国家暴力是安怎侵犯人权，嘛提醒执政者莫袂记得过去的错误。基金会表示，所来会展开一系列的活动，希望互社会对历史和转型正义愈来愈有共识。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来看中华的中南国民运动中心，这个运动中心是目前中华规模上大的室内综合运动场。不过，经营业者讲，内底长期咧漏水，而且这设备嘛清载咧出问题，所以因考虑成本的问题，按算4月底要停止服务。那即马官府是讲会赶紧来开协调会，要来处理。健身房内底有不少民众咧运动，除了有时段咧使用练走机，嘛有少年人来这练金马。中华园林的中南国民运动中心是目前中华县内规模上大的室内综合运动场，但是负责经营的业者雄雄宣布要伫4月底关门，民众听到消息嘛烦恼以后无健身房通运动。没有运动的地方，以后会觉得比较麻烦。都要个吹啊，较不方便，这离市区各方面拢真方便啊。环境我感觉是足好的啦，即摆呢感觉足唔甘的呢。开始约7000万起的中南国民运动中心，伫2020年完工，2021年委托民间经营，但是经营团队指出，建筑物长期漏水、游泳池、排水系统侪设施拢有问题。考虑民众运动的安全，加公司营运成本，才决定要甲县府提出解约。到目前为止，经营4年以来啦，所有的问题呢还是仍旧的存在啊，还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善方式或补偿措施，然后真的造成我们的营运的这个困扰跟财务的亏损，还有无法提供民众的一个满意的运动环境，然后造成一些安全的疑虑，这些部分呢都造就我们没办法再继续跟县府来维持这个合约关系。针对厂商所提出的这个设备保固跟异常的一个问题，我们也都有依照工程的一个契约，那通知营造的厂商要积极的一个处理。县府回应，当初完成委外经营，有含营造厂商加经营团队完成3方的验收点交，经营团队通报的设施问题，也拢有照契约请营造商处理。无奈经营团队也是要提早解约，县府会赶紧召开协调会处理，袂互乡亲无所在运动。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一年前新车了后，冷气团是一波接过一波。台中甲苗栗的内亚站因为温度伤低，无法度节制，损失有减2成至3成。即马农粮署同意要启动天灾救助，1公顷补助6万2。
落雨天来到果子园巡视，苗栗农民看到已经翻倒几落届的来水，煞无法度发出果子，内心是感觉真无奈。持续低温，结果那个花苞都掉了，有的没有开，有的开花就没办法授粉。苗栗县是高接来啊重要产区。种的面积将近1200公顷，但是农民反映去年底陆续翻倒了后，受到几落破寒流的侵蚀，平地甚至出现过1度的低温。地属三湾、岛南、大湖等地有超过25%个来啊水出现旱害死亡。县长总统真堪灾，讲会向中央争取农业天然灾损现金补助。这次核定的金额大概是每公顷补助62000块，让农民的损失减少。台中市也有同款的灾情传出，农民表示今年旱害的状况真特殊，气温冷热交替，佮加上风雨，来啊树停止生长，花苞拢乌气受损，这当佮再买来水来翻倒。目前初估当时有31%，后里是有2成的果子园出现灾损。今年的寒害很特别哦，冷了3天，而且又好天气好了2天，我们农民还放心一点，结果又来了5天的寒害，又更严重。又雨又风又寒，那个他怎么受得了？农业部这边会尽快的来公告救助的事宜哦，让我们的农友都可以尽快来去公所申报。那这个救助金额的话，就是我们中央政府这边农业部补助的救助金是每公顷62000哦。农粮署强调，依照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规定。高接来啊，每公顷会使救助62000块。台中市府另外补助福建住宅每公顷1万块，农民会使赶紧向区公所提出申请。公视新闻苗栗台中报道。人讲阿里山出好茶，嘉义县政府最近出一本绍介阿里山茶米茶的新册，而且邀请24个捌伫咧全国比赛调定种茶的农民来分享因的知识甲经验，加做未来种茶技术的参考。嘛，希望会当传承甲提升咱台湾做茶技术。阿里山高山茶的茶农伫茶米收成了后，下面就要继续无闲培茶的工课。家己原配合农业部茶改场，甲24位茶农做茶的经验甲故事，整理出册，要让民众来了解阿里山的高山茶。咱的茶一寡状况，包含咱的茶栽培环境的部分，咱做茶的过程。以及要安怎泡茶，要安怎啉茶，这部分拢有讲到吼。这本册除了有阿里山高山茶知识以外，内底绍介24位茶农，拢是捌伫全国比赛夺过前3名的人。农业部茶改场表示，产茶专业的经验，唔但会当正做知识来传承，对台湾高山茶的产业技术，嘛会当带来提升。这内面有足侪选手的，因大家人的理念拢无共款，吼，会当为伊理念内面去找到讲，找到讲吼，伊适合什么物件有啊吼，对这茶的认知会熟悉。田间栽培技术的改进，甲做茶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提升，这拢总是伫这本册内底拢会使互大家看得到。嘉义县农业处表示，阿里山高山茶有2300公顷的种植面积，是嘉义县真重要的经济作物。这本册除了是记录嘉义在地发展要50档的高山茶产业，嘛希望透过这本册的发表，让民众对大阿里山地区的高山茶有更加深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着要打造较环保的车，英国的华威大厦有一阵工程师正在针对赛车做永续的实验，因把垃圾水摕来做赛车的动力，还佫利用天然的材料来打造赛车的车身。亲像这个马古尼亚，都是用菜畦做的。电动车、氢气车连续出来，不过未来汽车敢有可能用真多垃圾水做动力呢？答案是肯定的。英国有名华为大学制造工程学院 WMG 在打造用垃圾水转做氢能的未来赛车原型。伊的计划名字就是为本作场到赛車場。We have a microbial electrolysis cell, which is actually used for cleaning wastewater, and so when the sewage goes through this process, microbes grown on a carbon fibre substrate will eat the sewage and produce hydrogen during that process. 这台赛车用的氢气是英国一间专门净化污水、高生产氢气的废水处理公司。美利迪斯博士讲，因的目标是证明赛车运动沿用更加明智而且永续的方式来进行。
It isn't like the sort of Back to the Future where you have a little thing on the back of the car you just tip your sewage into. We do the generation of the hydrogen off the car. We then produce the hydrogen, compress it. That's then available to fill the tank in the car. 除了分解污水以外，赛车车身要用未少气体的材料，亲像利用不爱菜色去提取伊的纤维素来打造零件。亲像这台车的帕夫米拉，就是用甜菜根的泡去做的。另外，韩多路是英国国家化学材料中心利用100%性质材料做的。就亲像车身这个标记，环汇大学制作工程学院拍算透过这台车，用污水做动力的未来赛车，去中心电气重点线。公司新闻红如梅报道。英国的非洲属地小叶列纳岛，人口敢若有4000多人，会当讲是上界偏僻的岛屿之一。不过，因煞是真有计划咧做能源的转型，因启用风力也有太阳能发电，最近嘛引进电动车。而且在地嘛已经按有史以来因头一个公共的充电站。伫非洲西边1900公里外的圣赫勒拿岛，对遮看大西洋的景色是互人真心惜。这个英国的属地人口敢若4000多人，是世界上偏僻的岛屿之一。不过，圣赫勒拿岛的政府却真有计划咧为居民进行能源转型。2024年年底，和两位充电设备大厂。Easy 和苏巴鲁汽车合作，伫首府詹姆斯镇的博物馆外口设有史以来第一座充电站，为换掉柴油动力车来做准备。未来也会陆续伫城镇甲机场设充电条。So there's only very few electric vehicles on the island at the moment, and we want to incentivize people bringing in more electric vehicles. So installing electric chargers, putting in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n we can work on policies to try and increase the electric vehicle fleet on the island. 圣赫勒拿岛逐年开大约2亿个台票对非洲进口燃料，不过这个伫赤道附近的岛屿，风力真稳定，日头光也有够，这拢是发电再生能源的天然条件。因对2014年开始启用头一批风力甲太阳能的设施，目前能源的供给占比是25%。为着响应能源净零政策。当地政府设定2018年进前，把再生能源的占比提高到80%，来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对新的能源政策，居民是表示赞同。There's still a little bit of skepticism, I think, about whether or not renewables and electric vehicles is part of St. Helena's future. But I mean, we've had electric vehicles arrive on the island now, and they do work. So I think people's minds are changing. 英国净零政策设定，2030年进前停卖新的汽柴油车，2035年所有汽车必须符合零碳排放的规定。按照规划，圣赫勒拿岛可能提前达成目标，正做少数实现净零排放的示范地区。不过，当地工资水准犹原无法度约到物价，电动车价格对多数居民来讲犹原上悬。政府敢会当推出合理的优惠措施，会影响民众换车意愿。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15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加15度，上悬17度；南部地区上加16度，上悬18度；东部地区上加17度，上悬1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0度至1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